基比医学中心麻醉部运用近10档的电子病历资料库，查取10286名手术患者术前基本资料，包含性别、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主诊端、手术、麻醉方式、甲特殊处置等资料，运用医疗大数据进行机器学习技术，会当有估手术后死亡率甲重大不良反应的风险，最后表现为上优化模型。建制成为手术麻醉人工智慧风险程度预测系统，提供给麻醉医师临床辅助使用。一般的病人呢，在接到手术的通知的时候呢，必须进到麻醉医师的这个访视的诊间。那麻醉医师呢，根据这个病史跟手术方式，还有呢，需搜寻病人的这个过往的病史与用药资讯呢，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评估。那一般呢，这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，而且常常会有一些遗漏，而且这个人脑的这个运算呢，毕竟是有限，所以这些有些相关的系数呢，它并不是线性的，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繁复的工作呢，让人工智慧人来替我们处理。所以奇美医院呢，运用人工智慧呢，将过往的资料，这个经过机器学习之后呢，得到了2支很有帮助的这个人工智慧的预测的 APP 哈。那运用这套 APP 之后呢，病人进入诊间，经过基本的这个资讯处理之后呢，马上1秒钟之内就可以得到呢非常详细的运算。好，那会以图形的方式展现在画面上，方便医师跟病人做解释。那也可以了解风险之所在，做风险的管理，得到病人的这个医疗品质的改善。该系统伫咧2020年4月正式上线使用，已经替3000多名个案评估，透过科技降低麻醉风险，这也得到医师、病人以及家属好评。台南新闻张秀为杨顺怀采访报道。